才是真正的我。吾乃九天娘娘，尔等凡人竟敢在神前放肆！这女子已将灵魂献祭于吾，这具身体是我的，还给我！你若不收摄这颗求通求强的心，今日送走一批，明天还会引来更多无形众生。我只是想变强，我不想再被看不起。孩子，你看，那些你曾经依赖、畏惧的万灵，不过是因你的贪求与不安而聚集。你的身体，只有你能做主。你决定放下了吗？我以前想要灵通，是因为我害怕平凡，害怕没人看见。但这份特别，却差点让我丢了自己。我不要灵通了，我只要安静的力量。我是我自己的主人。